考下你啦，你知唔知點解我哋禱告嘅時候要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呢？我唔知喎。咁等我同你分享一個關於瘸子可以行走嘅故事啦。喺耶穌從死裏復活並升上天之後，知道佢嘅人越嚟越多，因此都越嚟越多人相信佢係救主。有一日，耶穌嘅門徒彼得同埋約翰，佢哋準備要去聖殿，喺美門嘅門口遇到咗一個瘸子，瘸子就對佢哋說：請俾我一啲錢啦！於是佢哋就停下腳步，認真咁樣睇住瘸子。彼得對佢說：你睇我哋？瘸子眼睛睜得大大，心裏期待住眼前呢兩個人要俾佢乜嘢。彼得接住說：金銀我乜都冇，只把我所有嘅都俾你。聽到呢度，瘸子嘅心都涼咗。佢心想：我唔得行走，唔方便賺錢，最需要嘅就係錢啦。你金銀都冇，咁仲可以俾我啲乜嘢呢？佢就似泄了氣的皮球，心情非常沮喪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。彼得講出未完嘅話，讓瘸子眼睛一亮。乜嘢？我有冇聽錯？佢叫我起身行走？瘸子仲未回過神來，彼得就拉住佢嘅手，將佢扶起嚟。佢原本軟弱無力嘅雙腳，突然之間充滿咗力氣，可以支撐起成個身體。呢個生來瘸腿嘅人唔單止企了起嚟，仲可以行路，因此佢邊走邊跳咁樣行入聖殿，大聲喊住：讚美神，我可以走了！哈利路亞！周圍嘅人睇到呢一切都驚訝咁樣張大個嘴巴，連一句話都講唔出嚟呢。哇！彼得只要講出耶穌嘅名就已經可以實行神蹟，真係好神奇啊！雖然耶穌已經唔喺世上，但係佢個名卻係有好大嘅能力，就似彼得對瘸子所講嘅：我奉耶穌基督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。瘸子就真係能夠起身，並且可以行走同埋跳躍。哦，所以耶穌呢個名係有權柄嘅，唔怪得我哋禱告嘅時候會講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啦。冇錯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呢句話唔係隨便講講嘅，而係奉基督耶穌之名嘅權柄，將禱告帶到神面前，神就會聽我哋所祈求。我哋可以求智慧、求勇氣、求醫治、求恩典，佢就會按我哋嘅需要，用佢大能大力幫助我哋啦。各位同學，希望你哋都學識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向上帝禱告，上帝一定會幫助我哋嘅。今日聖經故事小分享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